各位愛馬房超人戰，大家好。今次咧3月8號星期日沙田人馬賽事將會跑11場賽事，當中咧8草3泥，當中3場泥鐵賽事將會編喺第3場、第4場同埋第8場。頭場嘅開跑時間咧係晏晝12點30分。至於草地跑道咧將會用 C 跑道，呢條 C 跑道咧闊度有21.3米，大部分嘅路程啊，除咗1000米除外，檔位都係由中至內欄有優勢嘅。由過往上文率見到啊，呢條跑道咧有力跟前啊。但對於排落檔嘅後上馬，有機會因為跑道偏窄，容易受困啊。相反咧，對於一啲排外檔嘅後上馬，反而更加容易啦喺外碟咧望空衝刺啊。中意留意馬匹檔位嘅朋友可以留意下。今日賽事想同大家分享3匹消息馬。第一匹嘅消息馬想同大家分享嘅係第一場12號馬天下寵兒。天下寵兒呢匹來自澳洲嘅 PPG， 今年5歲，剛剛由呂健威馬房轉咗去廖康永馬房。天下寵兒喺香港先後跑咗3季，總共21場賽事，一共攞到1冠4廿3季成績。天下寵兒以前隸屬呂健威馬房，其實威哥都好盡心盡力希望可以搞好天下寵兒。但好可惜馬主可能見到天下寵兒自從喺上季贏咗嚟香港第一場頭馬之後，已經相隔接近1年時間，馬匹仍然未能勝出第2場頭馬，所以馬主決定轉下新環境，希望令到天下寵兒可以有新嘅突破。天下寵兒轉咗入廖康永馬房之後，其實練馬師都好緊張，喺整個操練期間都曾經喺晨操親自2次策騎天下寵兒觀察馬匹嘅進度動態都非常認真。另外馬房特登安排天下寵兒試一課1000米草閘，並且特登安排今次策騎天下寵兒嘅上陣騎師周俊樂仔親自考驗。由呢課習見到天下寵兒嘅狀態明顯提升咗。喺次集嘅尾段見到當有其他馬匹由後追趕，騎師周俊樂即時稍為大力策騎，馬匹立有幾強烈嘅反應並且主動撲向前。樂仔留意到天下寵兒嘅反應，即時減慢催策。由呢課習見到馬匹嘅心火提升咗，鬥心同埋狀態都經翻咗嚟。今日賽事新練馬師安排天下寵兒報跑過往只係跑過1次嘅沙田1000米直路賽事。喺賽事之前，莫特登替馬匹除咗呢幾場上陣有大開嘅眼罩，只係改為替馬匹綁你上陣。其實過往天下寵兒唯一一場頭馬就係除咗當時嘅配備羊毛面箍嗰一場就讓出頭馬，所以今次賽事希望天下寵兒除去配備一樣有異曲同工之妙，到時可以贏出嚟香港第2場頭馬。天下寵兒嘅騎師周俊樂今日嘅成績真係非常好，到目前為止已經贏到28場頭馬。如果喺騎師龍虎榜佢而家排喺第4位。另外如果只計本地騎師，佢嘅成績就排喺最前，同排第2位嘅騎師何澤堯相差足足有4場嘅優勢。我諗去到季尾華連騎師嘅排名到時應該有排鬥鹿死誰手真係去到季尾至知。今季騎師周俊樂得到好多馬主支持，佢手上好多的係馬都演出非常好睇下今年佢有冇機會首次成為華人騎師嘅一哥，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啱啱講完騎師周俊樂嘅威水史，但有樣嘢大家要留意嘅，今日天下寵兒報跑沙田1000米直路賽事。雖然騎師周俊樂今日成績相當好，但係騎師今季跑沙田直路賽事暫時都未贏過，最多只係攞到1亞2季成績。所以臨場如果投注天下寵兒嘅時候，到時考慮埋位置嘅賠率，大家都可以留意下。OK， 輪到第2匹嘅消息馬。今日賽事我哋第2匹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5場11號馬準風雲。準風雲呢匹來自香港國際拍賣會嘅紐西蘭新馬，今年4歲隸屬丁冠豪馬房。準風雲當時嘅拍賣價係港幣260萬。準風雲至今連同上一季喺香港一共跑咗6場賽事，分別喺1場1004米賽事同1006米賽事各跑入一席第3。特別嗰場1006米賽事，即係上場賽事，其實好大機會可以贏取準風雲首場嘅勝仗，但好可惜最終只能夠跑第3名個終點。講翻呢場賽事，準風雲配騎師金城江喺開閘之後一如過往準風雲都係擺喺馬群後邊嘅位置入咗路之前由於前面馬群散開，嚟到貼欄嘅準風雲唔需要兜出，直接喺懸欄坑位入直路。入到直路之後，準風雲已經喺馬群中間嘅位置，過咗最後300米。當時嘅準風雲嘅衝刺越嚟越強但好可惜，因為俾前邊幾匹馬匹同時封住所以騎師金城江冇辦法唔將準風雲轉換跑線佢即時將馬匹由中間跑線一直尋找空位，直接轉到去最內欄嘅跑線，
轉算之後啊，騎師啊只可以大力策騎準風雲啊，但好可惜啊，由於失地太多，最終準風雲以半個馬位距離輸咗俾鄭俊偉馬房嘅勤得天下，同埋跑第二嘅尤達榮馬房嘅本領輝煌，最終只能夠跑到第3名嗰終點。我哋不如先睇翻呢場賽事嘅直路片段，睇下準風雲因為受到前面馬匹封住所以騎師需要即時轉換跑線。呢場賽事喺第446場。好啦，正最後直路啦，前面平海之星佔先咗大約半個馬位，外邊追佢嘅馬有顏色的顏內欄上，藍衫有8000財星，出邊追上嚟有長風小子啊，攝入邊呢仲有隻灰馬嘅準風雲，最出嗰邊係勤得天下，最後100零米8000財星透出啦，見到外邊本領輝煌上緊。最出勤得天下，埋邊位置仲有準風雲，接近終點，叮當碼頭之下，外邊冚贏啊！呢隻勤得天下，中間呢一路攝上嚟嘅馬，仲有一隻本領輝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第一眼望落去呢，就勤得天下，外邊一路壓住咗中間粉紅袖嘅本領輝煌。第三呢，埋邊係準風雲，咁啊出咗頭，臨尾有啲力弱，係8000財星啊！大家啱啱睇完呢條片。另外，我哋可以從第二個角度更加清楚可以見到準風雲直路嘅際遇啊！由呢條片見到更清楚見到準風雲入到直路之後，受到前面幾匹馬匹好似形成一埲牆咁樣封住準風雲嘅衝刺啊！當時騎師金城江將準風雲由直路中間位置立即橫移到最內欄位置至可以揾到有足夠空位衝刺。呢個舉動令到準風雲喺直路跑嘅路程比其他馬匹長啊。由於失地太多，所以最終只能夠跑到第3名嗰終點。但如果呢場賽事準風雲嘅際遇如果好啲，賽果好大機會會改寫啊。跑完呢場賽事之後，準風雲有正常嘅操練，今日隔咗大約2個禮拜之後，馬立克打埋黃牌繼續替馬匹報跑上次路程。沙田1006米賽事聽到消息，馬繼續催谷準風雲嘅狀態，並且希望今次可以追回上次失落嘅頭馬。其實練馬師丁冠豪對準風雲嘅馬主相當緊張，因為當年丁冠豪喺2018年開莊成為練馬師嘅時候，準風雲嘅馬主已經將佢旗下嘅馬匹傲風雲轉莊加盟由丁冠豪開莊到而家短短幾年，馬主已經先後有6匹馬匹寄存喺丁冠豪馬房當然丁仔都好爭氣，馬房旗下大部分嘅風雲系馬匹都可以交出頭馬。準風雲呢匹馬上次賽事跑得咁好，聽到消息今次馬雲都好希望替準風雲勝出頭馬，可以再次同馬主有所交代。OK， 輪到第3匹嘅消息馬。今次賽事我哋第3匹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7場8號馬型好威風。型好威風呢一匹來自紐西蘭嘅折扣馬，今年5歲，隸屬姚本輝馬房。型好威風未嚟香港之前，喺3歲嘅時候喺澳洲分別跑過2場賽事，一場膠沙地，一場草地賽事。第一場賽事跑1004米膠沙地，型好威風喺開閘之後，沿途喺中間位置，喺轉彎之前已經進佔馬群第3位。入到直路之後一度已經出咗頭，但好可惜喺終點前一步俾同豬嘅馬從後追過，最終以1個頭位嘅距離輸咗呢場賽事，只能屈居第2名個終點。1個月之後，型好威風改跑1006米草地賽事。呢場賽事型好威風出閘之後已經沿途守喺第2位，喺彎位發力之後一路直奔過終點最後以半個馬位距離奪得馬匹首4嘅頭馬。贏咗呢場賽事之後，型好威風扭不轉手過嚟香港出賽。喺前年25年首次喺香港出賽，當時被編入第3班，馬匹評分64分。型好威風喺香港頭3場賽事都係用翻喺澳洲出賽曾經用過嘅眼罩，但結果演出只係平平，完全做唔出喺澳洲出賽時嘅前速。所以幕後跑咗3場賽事之後，就決定替馬匹更換配備，唔再用眼罩，而係改配咗戴開篷眼罩出賽。結果呢個改變令到型好威風有突破性嘅演出打後6場賽事，除咗贏咗嚟香港第1場賽事之外，分別再攞到1、2、3季成績。喺班次方面已經由季初嘅4班升上3班出賽。第一季喺香港嘅表現反映到呢匹聖名瀑布嘅子嗣有一定嘅質素。型好威風踏入今季，即係嚟到香港嘅第2季賽事，到現在為止已經跑咗7場賽事，當中攞到1冠2亞成績。最重要成功突破到喺3班攞到嘅頭馬。其實最值得一提嘅係型好威風贏過嗰場3班1800米賽事，其實好手如雲有好多好強嘅對手佢哋喺打後幾場賽事，有啲已經成功奪魁勝出頭馬，
有啲喺位置方面啊都可以上名。如果只係單計啊，稍為嘗試啊，成功奪得頭白嘅馬匹，當中包括咧尤達榮馬房嘅英俊飛駒、徐宇石馬房嘅風神、羅富全馬房嘅發財先鋒、告東尼馬房嘅君主傳承，以及咧方家發馬房嘅滿心星等等，可以反映到咧贏好威風啊喺3班贏咗呢場1500米賽事，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啊！屬於幾強組嘅賽事。另外我哋可以留意到啊，贏好威風啊喺前一場啊，即係1月25號沙田2000米賽事，可以同呂健威馬房嘅天晉龍駒啊鬥足一條直路。喺最後300米啊，雖然落後咗，但係喺最後85米啊，贏好威風啊又可以回氣再上，再次挑戰啊天晉龍駒。最後啊，雖然以短馬頭位距離，只係得到咧一直第2，但反映到咧贏好威風啊個鬥心有幾強。況且咧呢場頭馬天晉龍駒喺最近啊參加一場2000米一級賽事都可以跑入一直第3，所以可以推斷啊贏好威風啊將來喺2班啊應該可以有一定嘅作為。上一場賽事贏好威風啊仍然繼續步跑啊沙田2000米，但演出咧完全走勢樣，喺直路啊初段啊已經開始乏力，最後啊只能夠跑到第10名個終點。賽後啊馬會都有問咧騎師金城江估計啊可能贏好威風啊喺呢場賽事啊要孭到134磅，並且可能啊受到近期嘅硬仗影響，所以影響發揮。贏好威風賽後並冇學上次咁樣咧賽後上咗從化，幕後只係安排馬匹啊留守喺沙田，希望方便啊俾幕後啊直接觀察馬匹嘅進度。贏好威風啊今次改跑啊2班沙田1500米賽事，喺副磅方面啊由上次嘅134磅，今次改為咧只需要孭到咧115磅，比上場賽事啊足足孭少咗19磅。另外咧喺檔位方面，上一場咧收到第7檔，但今次賽事啊好幸運收到第1檔。對於贏好威風啊呢一匹喜歡咧前面放頭嘅馬，今次嘅檔位啊應該對佢有好大嘅幫助啊！當然最重要係聽到消息，知道馬匹嘅狀態啊應該可以及時回勇，並且咧幕後對於今次賽事啊有一定嘅信心。今次賽事啊幕後改用騎師巴道，騎師巴道啊喺好多人心目中啊屬於懶閒嘅騎師，好多時咧喺賽事之中好似冇返工一樣，全日賽事啊完全冇乜蹤影。但係如果睇翻咧，騎師同練馬師姚滿輝嘅合作成績都算可以，大家今季合作唔算太多。今季大家合作咧9場賽事，當中攞到咧1冠2亞1季嘅成績，大家合作3甲上名率啊都接近40半。其實練馬師姚滿輝輝哥啊都好緊張咧，贏好威風嘅表現，希望可以替馬主咧贏多幾場頭馬。所以今次賽事啊，我哋都會留意咧贏好威風嘅表現，希望到時啊佢可以喺前面3甲翻嚟。OK， 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咧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 我啦。另外咧，如果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希望可以得到你嘅訂閱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